高铁的婚林站2016年开始营运，逐档的载客量是拢比苗栗佮彰化较济哦。婚林县政府佮议会就望讲，高铁公司会当来增加停靠婚林的车帮。平常时来到林停接送区，这拢已经停满，准备要接旅客亲人的车辆。有民众表示，若是休假日来婚林高铁站要接亲人，定定拢找无会当临时停车的所在。就是那个临停的地方。我们如果来接送家人的话，都蛮不好停车，有时候绕好几圈都还是没办法。如果分前后站的话会比较好，会就是不会让车流量那么的塞这样子。婚林管府表示，高铁婚林站为2016年开通了后，载人拢比苗栗、彰化两站搁较济。不过，即马平均1点钟才一车帮，常常发生头前站塞车的问题。婚林县府甲县议会拢希望高铁会当增加车帮，而且开放后站来消套车阵。这些议员先进大家共同的建议哦，那能够打开西侧这个门哈，那增加这个整个的流通量，那也能够让我们在接送上面比较顺畅比较便利然后。目前站区交通的一个规划跟疏导措施都足以因应。那另外也要请旅客同时多加利用高铁的嘟嘟房停车场来接送。就是亲友有提供免费的一个停车服务。高铁婚林站表示，若是民众要接送亲友，会当加利用边仔的停车场，有提供半点钟内免费停车的服务，安尼就会当避免造成头前站塞车。若今年7月到10月，拢有进行整体增加车帮的规划。伫礼拜上北的车帮当中，有增加2帮停婚林站，未来会继续观察旅运的需求，随时调整。记者王伟雄，婚林报道。